可能啦，没有自备啊。要攻哪一边啊？下来了，直接换场，要进攻直接换场。进攻啊？不用了，这两天一样。因为已经下半场了，应该要算下半场。不用，进攻就一样正常，方向不用换到下半场，不用，就一样就好。
所以就直接退出就好。结束了。就这个结束。现在都走这边了。对，真的。